嗨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租賃市場喎，逐步同大家講下租房嘅過程。首先，如果你係新手嘅租客咧，今日呢條片就唔好錯過啦。每個地產代理嘅做法都有少少唔同嘅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係我有少少經驗。如果大家係新手嘅租客呢，我就喺呢度同大家講。首先建議你哋咧先去地產鋪了解一下現時嘅租金，租客可以租到啲咩單位，同現實中有乜嘢選擇。雖然網上邊都有好多租賃嘅成交啊，亦有唔同嘅租盤，但成交背後業主同租客傾咗啲咩條件呢？其實大家都唔知嘅。呢個業主可以傾到呢個價錢，另一個業主亦未必可以接受到呢個租金啊！正所謂一樣米養百樣人，個個業主唔同，個個租客唔同，所以咧唔可以一概而論嘅。再講啦，租盤咧一定係走得快嘅，價錢又便宜，內籠又靚，地點又好嘅租盤咧，其實今日出可能2-3日之後就會走噶啦，仲等到大家喺網上邊慢慢睇，冇可能咯。所以出嚟睇啱嘅話就要快決定，錯過咗就係錯過咗，錯過咗之後咧就唔知幾時再有噶啦。租客自己了解咗一切之後咧，心中都有預算啦，都可以出嚟揾地產代理帶你去睇樓。多數地產代理咧都會先了解你哋嘅背景嘅，幾多個人住啦，有冇儲物，有冇入息證明，即係糧單啦。同埋租期係幾時？例如想租一房，但係有3至4個人住嘅話咧，呢啲業主聽到咧，多數都唔會租噶啦。有寵物咧，亦未必個個業主會租，因為業主都會驚貓貓狗狗會淨污糟自己幾百萬買翻嚟嘅單位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多數都唔會租嘅。有糧單就最好啦。如果冇糧單咧，有啲咩嘢可以俾到業主睇咧？例如稅單或者存款啦。其次咧，如果2-3個月先至起租咧，地產代理亦唔會幫你嘅，因為10成嘅業主都唔會等租客等2-3個月啦，1個月都未必願意等啊，何況係2-3個月。有啲租客咧想要有家私嘅租盤，但係咧唔係個個單位都有家私嘅。香港租房有9成嘅單位都係冇家私㗎，有家私嘅其實都好少咯，而且有家私啱唔啱又係另一個問題。我俾個例子俾大家，如果2個人住，想揾有家私嘅2房，希望一個係做睡房，一個係做書房，但可能剛好有間係有家私嘅房盤，但係咧2個房都係睡房嚟嘅，有床嘅，對租客嚟講咧就唔太合適啦。但係當時當刻如果你要揾家私，就只有呢個租盤，咁你就要考慮租唔租啦。另外咧，就以元朗租金比較平嘅舊樓嚟講啦，其實好多舊嘅單棟舊樓咧，而家都冇洗衣機同雪櫃嘅，價錢都係平，但係大家要考慮洗衣機同雪櫃問題。當租客睇中咗一個單位，進一步咧就要還價啦，提供職業有冇入息證明啦，即係糧單，幾時起租，琴日你想還幾多錢，咁地產代理就會幫你同業主傾啦。假設好彩啦，地產代理同業主傾價十分順利，進一步就係簽約啦。一般喺租期之前咧就有7日嘅免租期嘅。當然啦，我都有試過業主只俾2日嘅免租期嘅啫。最重要係租客接唔接受咯。如果一切條件業主同租客都冇問題嘅話咧，係租期近，所以係直接簽正約。租客咧一次過俾2個月按金，1個月上期，業主就即時交鎖匙。但如果係租期比較長嘅，業主同租客就要先簽一份臨約。租客咧需要俾1個月按金先，鎖定咗業主同租客嘅關係。喺租前7天就簽正約，再俾2個月嘅租金。咁業主到時就會俾埋鎖匙噶啦。如果大家有咩唔明呢，就可以留言俾我睇下，盡量解釋俾你哋聽啊。順便宣傳一下，如果大家想揾租啦，或者買賣，或者係業主想放盤嘅話咧，不妨 WhatsApp 我睇下我可以幫到你哋幾多。我呢個頻道咧係一條冇流量嘅頻道啊。如果大家睇到我呢條片嘅最後，睇到我呢段說話嘅話咧，不妨俾個讚好我啊，留翻10零字嘅留言，同埋幫我分享出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。